近日同啱啱嚟學習風水嘅學生閒談，過程中了解到一啲時下學習風水嘅人嘅心態及其基礎來源，以及讓我發現到原本以為某類問題只會出現喺客戶口中，對佢哋嚟講，原來亦都係好重要嘅問題。學生提到，某一代風水宗師嘅風水法則影響後世極深。現代學習風水嘅人大多都係依循其法則去判斷風水上面嘅吉凶，但該先輩卻冇做出幾多令福主後人大富大貴嘅明月，所以甚為質疑該派風水。呢種以結果成敗嚟判斷理論嘅對錯，無疑係有相當嘅道理。道基喺呢個原則上亦都認同，但係整體分析上卻有一啲見解同學生分享。首先，名氣唔一定等於專業上嘅能力，有時甚至會出現背馳嘅現象，因為名氣好多時並非嚟自專業上嘅精熟，而且有啲人喺有咗名氣之後，為保名氣，往往避難就易，久之自然，不進則退。呢類情況各行各業亦都一樣。另外有一點道基特別關切，學習風水嘅人同埋好多客戶都常常只係專注於風水局上嘅發唔發，相信原因係古往今來絕大部分嘅中國人受農文化影響極深，對功名、富貴、光宗耀祖等自身發掘、自強自利嘅追求有一種莫名嘅執着，導致形成一種觀念，認為能夠發富發貴嘅風水就等於好風水，能夠令到客戶發富發貴嘅風水師先至係好嘅風水師。亦都由於此，風水之法喺重視名利成敗嘅地方特別盛行。但係難道人生就只有呢啲咩？人生嘅快樂亦就建立喺呢啲咩？窮通受夭、妻財子祿、人際關係、身體健康。如果升咗官發咗財，但萬人憎厭，想妻無妻，想兒無兒，到處受人唾棄，唔敢獨自出家門8步以外，呢一種富貴係你所渴求嘅嗎？如果富可敵國，萬人崇拜，但睇住兒孫爭產鬥得你死我活，長期受病患困擾，美酒佳肴佳麗都唔能夠享用，呢種富貴嘅人生真係所有人都渴求嘅咩？如果富貴就係人生成敗嘅評級準則，唔好講風水玄學，睇嚟絕大部分嘅人類文化都冇流傳嘅意義啦。最後亦係最重要嘅一點，大部分人連想都冇諗過，甚至好多風水師自己亦都忽略咗，就係風水師對於何謂好風水嘅個人立場。呢點看似有客觀嘅標準，實際上呢個同風水師嘅人生價值觀同埋客戶範疇息息相關。風水上每一局都各有優缺點，有啲優點多而缺點少，有啲則優點少而缺點多。而所謂嘅優缺點，有時係非常主觀嘅。甲嘅壞可能係乙嘅好，乙嘅壞可能係丙嘅好。升官發財嘅局未必可以家庭圓滿，舒服無憂嘅局又未必可以盡嘗富貴。冇陰陽宅係完美嘅，好壞完全在乎於觀點與角度。你話大起大落好，定係安穩嘅綿遠流長好？有啲風水師睇到咗可以促成富貴嘅風水局，唔理其他惡劣因素就一頭栽入去，結果富係富啦，貴係貴啦，奈何所得嘅痛苦亦都係非旁人所能夠明白。風水師嘅客戶層面影響其處理風水嘅手法同方向，從來富貴者多問健康同埋兒女子孫，貧賤者先至多問發與不發。富貴者望兒孫永享富貴，貧賤者求後代早日光耀門楣。中產則要求最多，要萬事通達。大自然界內氣機互感，有相近追求嘅人自然容易遇上有相近追求嘅風水師。如果你受到不斷強調曾經為客戶發幾多富、發幾多貴嘅風水師吸引，或許係時候想一諗人生嘅意義啦。喺呢度勸勉各位學習風水者，唔好淨係睇陰陽宅上表面富貴嘅原因，一宅一故事，懂得審視不足與缺陷，先至能夠全面提升風水學嘅造詣。點解傳統風水學咁着重四神相應係有原因嘅？平陽之地，重富貴亦難圓滿也。